大家好，第期視頻繼續介紹逢山講客家話老一方言嘅語音比較。上一期主要係講兩者之間嘅聲調嘅異同，第二期主要係講解韻母嘅異同。我哋先來看一下逢山講一方言嘅韻母。在48個韻母中，有啲客家話係冇有嘅，包括開頭嘅所有韻母。第係一方言嘅thiết實韻母包括以下11個，其中有2個在欽州一方言嘅韻母系統中係冇有嘅，代替嘅係一撈一、疊、梯、支。逢山講一方言分別讀疊、貼、夾。客家話對應嘅讀音係貼、突、雜。下面舉例說明一下逢山講一方言長短韻母嘅差異，還有老客家話嘅讀音嘅差異。舉例以下，雞、街兩隻數，逢山講讀雞、第2個數客家話讀雞、狗兩隻數。一方言讀狗，客家話讀狗，金兩隻數。逢山講一方言讀金，客家話讀金，親兩隻數。逢山講一方言讀親，客家話讀親。逢山講一方言貧，讀貧，客家話讀貧。下面嘅例數，逢山講一方言啦客家話嘅對比：餅、十、粒、10、八、必、百、集。第10個韻母大多數有長短音嘅對應。接下來我哋睇一下一方言特有嘅一隻人音。第一隻人音組成嘅韻母嘅讀音，舉例以下：腳讀腳，腰讀肉。逢山講客家話讀腳、肉。潤在逢山講一方言地位係個重要嘅韻母，數比較多。客家話也有幾個韻母，但係對應嘅數冇太一樣，吸收數相同。以比照嘅比，一方言客家話都讀比。寫第3隻數嘅一客，兩態方言嘅對比係借、寫、對應規律係一方言係 A， 客家話係 R 或者係 呀。逢山講客家話嘅一啲 A 潤數，一方言讀 I 潤，例如爹、你、借、係。一方言分別讀低、泥、細、係。逢山講一方言韻母 O， 客家話常見讀好幾隻韻母，包括 O、舉例以下：包、貓、草。第幾隻數一方言讀寶、數，客家話讀包、
少。普通話老一放生講一方言有一部分語結尾嘅後鼻音字母在放生講客家話嘅音系中係冇有嘅，包括普通話嘅放生講一方言嘅在兩款嘅放生講一方言嘅資料中，一款冇有 eng 第隻字母，另外一款冇有 ing 第隻字母。第張表格係採用嘅係 ing 第隻讀音。普通話 ing 讀音北京，放生講一方言讀音迎興靈。同樣係 OI 第隻字母，放生講客家話老一方言有讀音嘅差別，普通話冇有第隻字母。放生講一方言讀 Y， 客家話讀 Y。大、太、來第三隻數，一方言讀代、台、來，客家話讀台、台、來。普通話讀安字母嘅間、限、安第三隻數，放生講一方言讀音，那客家話也有差別，同樣都係寫成 ON。放生講一方言讀乾、寒、安，客家話讀關、環、彎。放生講一客兩態方言嘅 ONG 都係讀昂，普通話冇有啲隻音節。猛、光、霜第三隻數，普通話分咗兩隻字母，猛讀昂潤，光、霜讀汪潤。從這張表格可以看出來，普通話嘅拼音 ONG 和客家話人傳唔同。工人嘅工，普通話係 GONG， 客家話係 GUNG。GUNG 在嗰邊係客家話嘅拼音，也係國際音標。鋼鐵嘅鋼，普通話係 GANG， 客家話係 GONG。耕田嘅耕，普通話係 GENG， 放生講客家話係沒有第隻音節，對應嘅就係 GANG。普通話沒有客家話嘅 ONG 昂第隻字母。放生講客家話，老放生講另一方言，沒有普通話支持詩老支持詩這樣嘅字母。在顯能大部嘅客家話字母系統中，有普通話這種字母。啲客家話老普通話嘅第幾隻數嘅字母嘅國際音標係咁嘅。普通話記作 E， 其實字母冇係 E。支持啲兩隻數，普通話係簡式嘅支持，冇人係平式嘅支持。放生講客家話老一方言係斜詞輔潤 E， 客家話讀支持，一方言讀支持。1、2、3、4嘅4，普通話讀音4，放生講客家話老一方言都讀4，字母就係 E。啲數目作為嚟說明普一客三者之間嘅異同，可以發現放生講嘅一方言老客家話有好多數有相同嘅相近嘅聲母老字母，比如4，聲母字母搭配人傳相同，聲母係變成音4，字母係斜詞輔潤 E。在日之日啲數目中，普通話嘅日、7、老日三個係 E 潤，4、老10字母都冇係 E， 而且兩數係唔同嘅字母。E 普通話係零聲母嘅 E， 拼音叫做 YI。放生講嘅一方言讀1，客家話讀日。放生講嘅一方言老客家話字母都係 E， 聲母係 N， 讀
二、三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嘅字母都係啱，普通話係啱，普通話冇有麼冇有潤。四、普通話嘅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字母都係一，聲母係編輯音嘅詞。廣州話、梅州話冇有第二個聲母。五、普通話嘅字母係五，零聲母，拼音實聲 WU。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都係五。廣省講嘅方言冇有梅州話、廣州話呢種書聲音節嘅五。梅州話唔係，就係呢隻五。廣省講係冇有嘅。六、九，普通話字母都係 IOU， 拼音咁寫為 IU。客家話嘅字母係同種嘅 IUU， 普通話冇同嘅發音。六、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聲韻搭配人全相同，都係六 LUK。梅州客家話係 LIUK 六 UE 介音，普通話也係 UE 介音嘅 IOU。九、廣省講嘅一方言讀九音同九，廣省講客家話讀九。七、普通話字母係一，廣省講嘅一方言讀七，客家話讀七。八、普通話字母係啊，廣省講嘅一方言讀八，客家話讀八，都係葉聲韻。十、廣省講一方言讀十，客家話讀十，都係葉聲韻。八、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都係讀八，但係聲調節唔同。千、普通話啦，客家話字母都係相同。IAN 一方言讀千，字母係 IN。one、普通話字母係 UAN one。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都係 AN。聲母同係麼讀慢呢隻數，普通話老呢數都係零聲母嘅呢。廣省講一方言啦，客家話嘅字母分別係 X 老一。廣省客家話冇有 X 呢隻音節，日讀一讀日，一讀日。一方言一老一字母冇同，一係讀一，一讀一。從一到一，廣省講嘅一方言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客家話讀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道路老道理呢兩隻詞彙嘅啲輩嘅三隻數，在廣州話梅州客家話老廣省講嘅一方言以及客家話嘅語音差異有相同也有差異嘅地方。到兩次嘅一方言讀音都係一樣，都係道。梅州客家話係偷，廣省講客家話係拖。路，廣州話讀路，廣省講一方言讀路。里，廣州話讀里，廣省講一方言讀里。以上路里，廣省講嘅字母老普通話客家話係相同嘅。廣省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包括冇普通話嘅字詞是日嘅字母。老廣州話梅州客家話也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包括廣州話唔係，梅州話唔係。廣省講嘅一方言老客家話都講冇係，用嘅係五呢隻數。
網上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還有外人嘅客家話都沒有撮合互潤語。廣州話有啲就潤母，比如朱蘇豫第三隻數，廣州話讀朱蘇豫。網上講嘅一方言係朱蘇豫，客家話係朱蘇豫。好嘅，講啲網上講嘅一方言啦，客家話嘅語音比較，潤母部分就介紹到呢度，多謝大家嘅觀看，下期視頻再見。